双城论坛12月17就要伫台北来举办上海先遣团，即马已经陆续来到位。今仔日下晡呢，因是先去到台北的大巨蛋来参访。针对这届上海市台办主任等人审核无通过，所以未当来台湾的事件，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来批评，这就是伤害两岸信任感的行为。因那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，伊是希望讲台北市府着来趁双城论坛来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。 一行人对上山机场入境大厅行出来，双城论坛的上海第二批先遣团总共16人，10时到台湾。后一批先遣团包含上海市台北副主任李晓东是13就先到台北，伊讲先去公主博爱园区，10时下晡则到台北大巨蛋参访。 车道附近拢有真侪警察，白色的大车随后开起来。先遣团是对地下室上车离开大巨蛋。因为甲李晓东较早就熟悉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前一暗就先设宴会来欢迎。台湾的菜色还喜欢吗，副主任？谢。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一道菜？小心，都非常好。 这摆上海团来台湾名单，两委会审核了后，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对华媒体记者团无都来台湾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是伤害两岸和信，央国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对台北市府发话，爱就由双城论坛表达保障台湾人民到对华人身安全的心声。 民进党跟陆委会制造了这么多的这些小动作，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阻碍两岸的交流，绝对是伤害两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互信。 台北市政府也能够就这个交流的平台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，也为这些自由受到强害的一贯道的台湾人士，应当向中国来抗议。 上海市副市长华元16日率组团到台湾，警方已经掌握有来欢迎的、有来抗议的情报资料，会维持意见表达区，和双方各自来表达。不过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闪着16款台上海团的宴会是毋是法度出席？副市长林奕华讲，这也是按照原来安排。因那双城论坛17日台北来举行，结束了后，上海团会伫长江的暗时离开台湾。记者宋合报道。